如果有一日你突然間發現你手機上緊嘅網、銀行嘅交易，甚至乎緊急求救嘅信號，突然之間全部斷晒，而造成呢一切癱瘓嘅，唔係戰爭，唔係黑客，而只係一個唔小心嘅意外。但係當同樣嘅事接二連三咁發生， A German defense minister has been busy today. He's been describing the unexplained severing of 2 fiber optic cables under the Baltic Sea. Now, Taiwan's Coast Guard has detained a Chinese crewed cargo ship over suspicions it may have severed an undersea telecommunications cable. 當嗰艘郵輪嘅船錨被數據追蹤到，原來喺海底拖行咗足足100公里，然後船長只係輕描淡寫咁講咗句 Sorry, sir. Doing my best. 你仲信唔信只係意外呢？定係背後有啲不可告人嘅目的？今日我哋就潛落深海，揭開呢場以合理否認作為武器嘅暗戰。Hello， 街坊們，歡迎返到嚟 YOLO 街啊！我係 Bonnie， 你嘅街坊主持人。今日想問大家一個問題。你覺唔覺得我哋而家生活嘅係喺一個完全無線嘅世界呢？你望下部手機，屋企個 WiFi 由 5G 到藍牙同埋雲端，乜嘢都好似喺我哋睇唔到摸唔到嘅空氣之中發生。send 個 email 去紐約，喺 YouTube 睇全世界嘅 streaming， 但係原來呢啲所有看似無線嘅嘢都只係一個迷思。事實係全球超過90%，甚至係接近99%嘅跨國數據，由你我嘅 WhatsApp到每日過10萬億美金嘅金融交易，甚至軍事通訊，全部都唔係靠衛星，而係靠一條條鋪喺幾千米深海底又黑又凍嘅光纖電纜。呢個總長超過140萬公里嘅電網網絡，先至係我哋數碼世界真正嘅大動脈。但係問題係，呢啲原本係為咗世界大同、全球互聯而建，屬於關鍵基礎設施嘅電纜，而家默默變咗一場新型幾乎睇唔到嘅寧靜戰爭最前線。而喺呢場戰爭入面，最致命嘅武器就係叫做合理否認 （plausible deniability）。我哋今日嘅海底電纜網絡總長度超過咗140萬公里，可以圍繞地球30幾次咁多。起一條跨海洋電纜，閒閒地都要3-4億美金。哇，成幾億美金，你腦海中出現嘅係咪粗到好似香港仔隧道或者紅隧咁呢？錯啦，實際上佢大概淨係得你屋企花灑條喉咁粗啫，冇呃你就係咁幼。但喺呢條花灑喉入邊就係我哋成個世界嘅神經。咁你會問啦，條喉咁幼，點可以傳輸到咁多 data 呢？佢嘅核心係比頭髮更幼嘅光纖 optical fibers， 用光脈衝嚟到傳送數據，外邊就包住保護性嘅膠同埋一啲銅線。光纖啲光點可以由香港射到去美國咁遠都唔散啊？好問題，呢度呢就有2個技術關鍵。第一，點解佢唔會散？為咗將啲 signal 唔會行下變弱，技術嘅名稱就叫做 attenuation。佢哋每隔70到100公里就要裝一個中繼器 repeater， 就好似一個放大器咁，幫啲光叉電，跟住就推佢哋再行。第二呢，就係點樣喺一條咁幼嘅光纖塞到咁多數據啊？呢個就要靠密集波長分波多工，英文呢就係 dense wavelength division multiplexing DWDM。哇，一輪嘴咁多個英文字，聽落好似好深，但係其實一個簡單嘅比喻你就明㗎啦。想象一下，以前嗰啲電纜呢就好似告士打道咯，你得嗰幾條 link， 4條 link， 5條 link， 幾多 link 就行到幾多車，一條 link 一架車。而家嘅 DWDM 就好似一個有超能力嘅交通指揮官，佢唔係幫你加闊條路啊，而係突然之間令到你啲車可以飛行疊高嚟行，直情就好似科幻片一樣。你 email 就係一架紅色嘅車喺地面行緊，但係我睇緊嘅 YouTube 呢就係一架藍色嘅車喺架紅色車上面10尺嘅空中嗰度飛行緊，而銀行交易呢就係一架綠色車再喺上面20尺嘅高空嗰度飛緊。幾十幾百種唔同波長嘅光就好似幾百架唔同顏色喺唔同高度飛緊嘅車，全部都可以喺同一條行車線上面，即係同一條光纖上面一齊行，而且又互不干擾。突然之間，一條行車線變咗幾百條，
數據量就係咁樣幾何級爆升。咁呢啲咁重要嘅跨海公路最初係邊個起嘅呢？最早呢就係1858年19世紀，靠住英美政府嘅支持，有一位叫做 Cyrus Westfield 嘅仁兄第一次成功咁鋪咗一條跨大西洋嘅電報電纜。當時嘅人直情當佢係國家英雄咁拜。去到20世紀，呢啲電纜就通常係由國家級嘅電信商，例如 AT&T 去起嘅。不過到咗今日呢，呢個遊戲嘅玩法又唔同晒啦。真正嘅大業主其實係各位科技大佬。由2016年起 ，Google 啊、Meta 啊、Amazon 啊，喺新建電纜容量嘅投資上邊，由唔夠10% 飆升到去而家嘅70到80%。佢哋用直接投資或者搞合資或者長期租約嘅方式，變相就擁有咗呢一啲電纜。佢哋之外呢，仲有一個玩家嘅，就係中國啦。佢透過一帶一路，亦都大力投資緊電纜，好似嗰條好出名嘅和平電纜 Peace Cable。換句話，我哋嘅生活其實所有而家呢，就建立於呢一啲私家喉上邊啦。好啦，既然啲電纜咁重要又咁優，係咪好易出事？答案係絕對係。事實上，海底電纜損壞係家常便飯，全球每年都有100、200次嘅故障，絕大部分都係意外。最常見嘅原因，漁民要揾食啊嘛，佢哋漁船嘅拖網，又或者嗰啲大貨船失控跌咗落海嘅船錨，有時地震，好似2011年福島地震都會整斷呢啲電纜。但正正因為意外咁平常，就提供咗一個完美嘅掩護。呢度我哋就要介紹翻今日最重要嗰個概念：合理否認。咩叫做合理否認？想象一下，你喺繁忙時間喺 Sogo 對開嗰條行人路過緊馬路，人逼人，你個膊頭呢就偏偏唔小心撞到前邊嗰位靚女，靚女擰轉頭，你就即刻講句 sorry， 唔好意思，唔小心啫。究竟你係特登定係真唔小心？有冇人拍到片？邊個吹得你脹呢？而家有啲國家就係用緊呢一種方式，利用民用嘅漁船或者名義上嘅研究船駛去你條電纜上面，然後就哎呀唔好意思，個拖網或者個船錨唔覺意勾斷咗你條電纜。講白啲就係啊，係我做嘅，不過你吹到我脹咩？點解要咁做？呢啲就係俄羅斯軍事理論入邊嘅混合戰 （hybrid warfare） 啦。一種介乎和平同戰爭之間嘅模糊地帶，佢嘅目的唔係要即刻同你北約開拖打第3次世界大戰，佢主要嘅動機有幾個。第一，當然就係 show quality， 話俾你聽，我知道你條頸喺邊度，隨時可以大力碾死你。第二，當然就係製造恐懼同埋混亂，嚇下你啲西方政客同市民。第三，就係測試下你嘅反應啦，睇下你北約究竟有幾堅。我剪斷一條，你做啲咩？我剪斷5條，你又會點啊？你條紅線究竟喺邊？第四就係作為一種懲罰啦，例如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有排正就話要脫離俄羅斯嘅電網，突然之間呢啲事件就發生啦。呢一種政策喺波羅的海呢啲又淺又多船行嘅地方係特別有效，喺嗰度模糊性本身就係一種武器。而呢一種以斷你通訊作為武器嘅事有冇先例呢？當然有啦。時光倒流返去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啱啱爆發，英國對德國宣戰。你嘅話，英國皇家海軍喺宣戰之後嗰幾個鐘做咗第一件事係咩？唔係開炮，唔係派飛機，佢派咗隻船去英倫海峽，將所有由德國駁出去嘅海底電報電纜一條不漏全部剪斷晒。哇！你諗下，德國一晚之間變咗個資訊孤島，佢冇辦法再用安全嘅電纜同佢海外嘅殖民地啊、盟友啊，甚至中立國直接通訊，咁點算？焗住呢就要用無線電 radio 啦。而無線電喺當時係極度容易被竊聽嘅，英國就係利用呢一點 set 咗個巨大嘅監聽網絡。而呢個行動最輝煌嘅戰果，就係喺3年之後截聽到嗰封改寫歷史嘅 Zimmerman Telegram 齊默爾曼電報。原來當時德國佬想暗中叫墨西哥幫拖打美國，點知成個 plan 俾英國截咗糊，再爆俾美國佬睇。
呢一下就辣着咗美國嘅公眾，成為佢哋參戰嘅關鍵導火線之一。英國100年前嘅戰術完美 KO，100年之後戰場只係由電報變咗做光纖。你可能覺得哇，呢啲真係好似007電影喎，Bonnie 你有冇誇張咗啊？等我哋一齊嚟睇一個2024年聖誕節發生嘅掙扎案例，簡直就係合理否認 plausible deniability 嘅教科書式示範。地點係波羅的海。喺嗰年嘅聖誕節，芬蘭電網營運商突然之間發現連接芬蘭同埋愛沙尼亞嘅一條重要電力電纜斷咗電喎，佢哋就即刻去追查，發現一艘掛住庫克群島旗叫做 Eagle S 嘅郵輪喺電纜附近嘅航速異常減慢，然後呢艘船繼續佢嘅奇妙旅程。喺佢嘅奇妙航線上邊呢，另外3條海底互聯網電纜就相繼中斷。哇，咁啱得咁巧！調查人員一深入追查，就即刻發現呢艘船嘅身世超可疑。間公司喺杜拜註冊，個老闆呢就係一個阿塞拜疆女士，管理公司就喺印度，船員就係格魯吉亞同埋印度人。然後船上面支旗呢就係掛庫克群島，運緊嘅呢就係俄羅斯嘅貨。所以大家就開始懷疑呢一艘 Eagle S 係俄羅斯為咗避開制裁而用嘅影子艦隊之一。咩為之影子艦隊？就係好似頭先我哋 describe 嘅，有 N 咁多層嘅離岸公司控制嘅船，啲船呢通常都係溶溶爛爛嘅舊船。成件事個 design 就係萬一出咗事，你都唔知揾邊個找數啊！芬蘭呢次就好硬淨啦，件事一發生呢，個總理就即刻授權去攔截。海岸防衛隊同隻船對峙，最後就由芬蘭嘅特種部隊登船。呢次啊，係芬蘭自第2次世界大戰以嚟第一次採取呢一種行動。上到隻船，個船長點講呢？佢咪話：哎呀 ，sorry sir， 意外啫，個船錨唔知點解失足跌咗落去，我哋都唔覺意，原來佢拖行咗咁耐，冇事冇事，意外嚟嘅啫。各位街坊，你估佢呢個唔覺意嘅拖行拖咗幾耐呢？根據數據嘅顯示，呢隻 Eagle S 嘅船錨喺波羅的海嘅海床上面足足拖咗100公里。100公里幾遠？就等於你由中環揸架車，但係拉住個手掣唔放，一路拖行一路擦出火花，行過紅隧、九龍塘、大埔、粉嶺去到上水，然後阿 Sir 截停你架車，跟住你就話：哎呀，阿 Sir， 我唔覺意，我睇唔到。專家話船錨有 N 種安全機制，係冇可能冇人察覺得到佢喺海床嗰度拖行咗100公里。呢個呢，就係我哋所講嘅合理否認啦。佢呢一拖手尾有幾長？佢沿途一共拖斷咗5條關鍵嘅海底電纜，包括連接愛沙尼亞同埋芬蘭嘅電力電纜啦，同埋4條連接北約國家嘅網絡通訊電纜。而呢單嘢唔係獨立事件，而係一個 pattern。因為喺佢發生前嘅1個月啫，2024年11月，有另外一隻同中國有關嘅貨船叫做 Epeng 3，又係懷疑拖錨，又係整斷咗2條電纜。大家見唔見到個劇本啊？全部都係民用船隻，全部都係意外。甚至有報道指出，俄羅斯漁船喺挪威海外嘅重要電纜附近，成日都會無緣無故咁來回行幾百次，跟住呢，嗰啲電纜就會斷咗啦。呢啲意外嘅背後，其實係一場激烈嘅地緣政治競賽。主角你估都估到啦，美國、中國仲有俄羅斯。以前呢啲電纜主要係由歐美日公司起，但係而家情況唔同啦。就好似華為，佢哋有間公司叫做華海通訊，而家已經係市場嘅主要玩家。佢哋嗰條和平電纜項目就係中國一帶一路嘅數碼絲綢之路，用嚟連接亞非歐。你可能會話：吓，華海通訊，你啲資料 outdate 啦，華為都賣咗啦。冇錯。2019年因為美國制裁壓力，華為表面上係賣咗華為海洋，即係華海通訊 HMN Tech 嘅前身大部分嘅股權，俾一間叫做亨通光電嘅 A 股上市公司。不過好多人，尤其是係美國政府，都覺得 HMN Tech 嘅核心技術、專利，甚至好多員工都仲係來自華為。
條根仲喺華為嗰度，所以美國就好緊張。佢哋覺得如果電纜係你起嘅，你會唔會喺入邊裝個後門搞間諜活動㗎？打起上嚟，你用乜嘢一嘢熄咗我哋所有嘅通訊㗎？所以美國嘅聯邦通訊委員會 FCC 就出手啦。我哋特別關注嘅一個領域係嚟自中國共產黨同埋俄羅斯嘅威脅，所以我哋而家正採取行動，令直接由美國連接海底電纜到外國敵對國家變得困難，甚至有效禁止。我哋亦都採取措施，確保呢啲網絡所用嘅硬件本身唔會被滲透。例如，我哋唔容許華為、中興通訊或者其他我哋視為間諜設備嘅嘢被植入呢啲海底電纜。FCC 仲話要提高透明度，搞清楚每條電纜究竟係邊個擁有，仲要加快批核本地即係美國嘅電纜投資。呢種壓力唔止係喺政府個層面，美國嘅國會議員亦都出信，好似查家宅咁問 Meta、Amazon、Google 呢啲大台，喂，你哋有冇請過同中國有關嘅公司幫你哋維修電纜？佢哋點答？ Meta 會同啲符合本地法規嘅合作伙伴合作。我哋喺已公佈嘅系統上並冇同任何中國嘅電纜系統供應商合作。我哋完全遵守美國關於生態圈同供應鏈合作伙伴嘅政策法規。你睇成個棋盤已經唔單止係鬥邊個起電纜，而家連邊個維修用邊粒螺絲都要管埋。呢場競爭集中喺幾個最脆弱嘅樽頸位，好似頭先講過嘅波羅的海，仲有嘅就係紅海同埋南中國海，各自都有成10幾20條電纜喺佢嘅海底。而全球夾埋都係得嗰50到80艘嘅維修船，亦都成為咗競爭嘅一部分。咁我哋點防禦呢？呢個就係最難嘅問題啦。個網絡總長成100幾萬公里，你點樣24小時睇住每一忽呢？雖然喺2024年嘅事件之後，北約 NATO 已經啟動咗 Baltic Sentry 波羅的海哨兵行動，派軍艦同飛機去定期巡邏。不過另一方面，我就覺得科技大佬嘅方式就實際啲啦。第一，佢哋開始分散風險，唔好將所有嘅雞蛋放埋同一個籃。佢哋起電纜嗰陣時呢，而家係會特登行唔同嘅路線。你斷咗 A 咩？我仲有 B 同 C。第二，佢哋就係多層加密，好似 Amazon 咁講，佢哋假設每一條電纜本身係唔安全嘅，所以所有數據離開嘅 data center 之前呢，都已經喺網絡層同埋應用層，就好似你個人着咗幾十件衫咁，層層加密。就算你截到我啲數據，你都睇唔明。而而家呢，仲有一啲新嘅科技出現，其中一個呢叫做分布式聲學感測 DAS，呢個都幾得意噶。佢可以將成條光纖電纜變成一個超級敏感嘅被動聲納陣列。只要電纜附近有嘢喐過，無論係船、潛艇，甚至係鯨魚走過，佢都會對條光纖造成微乎其微嘅震動，改變嗰個回音。經過分析呢一啲回音，佢哋就可以即時知道，喂，80公里之外有異物經過喎。呢個 DAS 技術就好似幫條電纜裝咗對千里耳，將佢由一個被動嘅受害者變成一個主動嘅 secure。呢場仗爭緊嘅唔單止係邊個可以切斷條電纜，仲爭緊邊個有權去鋪設、維修同埋控制呢一啲電纜，因為邊個起條路，邊個就控制上面嘅交通啊嘛。好啦，講到呢一度，不如我哋由海底拉翻上去水面，總結一下。我哋今日發現，我哋全球互聯網根本就唔係一個無形嘅雲端，而係一個實實在在，但係又非常之脆弱嘅實體網絡。而呢一種脆弱性，正正俾人利用緊，成為一場寧靜戰爭嘅新戰線。喺呢場仗入邊，合理否認，即係哎呀唔小心，唔係一個副作用，係最核心嘅戰略。呢一啲電纜本來係用嚟將我哋所有人連結埋一齊，但係可惜而家佢哋已經成為咗地緣政治最危險嘅斷層 fault lines。合理否認呢一個面具，令到意外同攻擊之間嘅界線變得史無前例咁模糊。下一次若果你睇到2023年馬祖發生嘅居民斷網再發生，或者 FCC 又點名邊間公司嘅設備唔得嗰陣，你就會知道呢一啲唔係單純技術嘅故障。呢場水底暗戰其實已經打咗好耐，而我哋每個用緊互聯網嘅人都身處其中。聽到呢一度，各位街坊係咪覺得哇，呢集咁灰嘅？好似我哋嘅數碼秘密就揸喺人哋個手嗰度，
係咪淨係可以坐以待斃？聽過我哋伊朗系列嘅街坊們，你哋可能已經喺度問，咁 Starlink 呢啲低軌道衛星又點啊？可唔可以取代海底電纜解決晒所有問題？我哋要睇清楚事實，短期內冇可能。講到寬頻，一條海底電纜嘅數據傳輸量係成個 Starlink 網絡嘅 N 倍。如果海底電纜係24小時運作嘅紅隧嘅話，咁 Starlink 就係嗰支好重要、好靈活嘅政府飛行服務隊直升機。你會唔會用直升機去取代成個紅隧嘅人流？梗係唔會。但係衛星真正嘅價值唔係取代，而係提供咗一個韌性同埋庇護 resilience 同埋 redundancy。佢就好似你屋企嗰個急救藥箱，又或者你架車嘅備胎，平時唔會用佢，但一出事佢就係你嘅救命恩人。諗翻我哋頭先講嗰啲意外，如果不幸再次台灣馬祖條電纜又斷咗，或者波羅的海又出事，Starlink 就可以即刻好似一個超級救生艇咁，提供緊急通訊，維持住最基本嘅網絡。烏克蘭戰爭或者之前湯加火山爆發，成個國家斷網，都係靠呢一啲衛星網絡頂住。而呢一個天空後備軍唔係得個講字，係真係有個傻佬用真金白銀去起緊。呢個亦都解釋咗點解最近2025年9月呢個傻佬又宣布咗一個大新聞，就係佢嘅 SpaceX 公司用咗成170億美金去收購一間叫做 EchoStar 公司手上嘅無線頻譜 Wireless Spectrum。170億買啲睇唔到嘅頻譜，但係其實呢一個係一個極之重要嘅 strategic move。如果街坊想深入了解下呢一單收購同埋衛星直連手機有幾咁重要嘅話呢，你哋可以喺下邊留言加個電話嘅 emoji，等我知道。講翻啦，所以未來嘅互聯網唔單止係單靠海底，而係一個海陸空總動員嘅混合網絡。海底有電纜做主力，我哋嘅大動脈；天空有衛星做後備同埋緊急通道；陸地就有我哋嘅 5G 基建站。呢場水底暗戰雖然打咗好耐，不過同時我哋天空嘅防禦網亦都靜靜雞咁起緊。脆弱係事實，不過人類總會揾到出路。喺關鍵時刻，我哋嘅應變能力亦都係超乎想象嘅。多謝大家收聽今集嘅優羅街。若果喜歡同埋想聽多啲呢啲內容嘅呢，希望你哋會考慮用描述欄入邊嘅各種唔同方式去支持優羅街。好啦，下集再見啦，拜拜。